即马各县市拢伫咧拼注预防车，也未开放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今仔日也变做是大型的注射站，按算一天上侪会当注3000人。市政府伫现场摇放演唱会影片，互民众心情放搁较轻松。 接到注预防车通知的民众陆续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，这头一摆开放，现场准备132个位，拢是65到66岁民众。讲是来注预防车，现场煞有歌手李宗盛演唱会影片，注射阁会当看表演，真侪人阁翕相做纪念。有够水，环境有够水，阁轻松阁凉。不错啊，还放那个李宗盛的。 我蛮喜欢的，很舒服，就是有音乐，那很放松，非常好。伫港边的海音馆，原底这个月要开幕，却拄到疫情，想袂到即马正做民众注射兼看表演的所在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来了解注射的状况，伊笑讲要用上水的风景，甲民众声来注射。用声的嘛，爱敢声来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全国风景。 最好，服务最好的一个施打站，那这个未来因为以后也会开放登记嘛，那我们尽量扩充它的量。除了海音馆一天上济注3000人，另外阁有展览馆、甲高雄巨蛋3个大型注射站，略算会当注14000人。15这天是一个月来注上济人的一天。16开始要开放，予线顶有约的民众。市府要拼紧注射的速度，希望月底疫苗覆盖率有3成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